我哋亦都咧有好多嘅朋友好想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。好啊好啊好啊！你食咗我哋江美健幾耐咧？2年啦。以前咧即係我一路都翻工，而家我都70歲人嘅已經，但我仍然係翻工。咁但係咧到下午我就覺得好攰咯。咁食咗之後，咦？跟住我點解好似咁精神嘅？即係明顯地改善咗係咪？係啦，同時咧我又中意運動，我去跳舞。以前咧一隻快三步我跳唔到一隻嘅，但係食咗之後咧，個老師突然間，哇！你做咩啊你？你點解突然間咁好氣嘅咧？見到啊何小姐真係好精神啊！我71歲今年，個個都話睇唔睇得出啊？哇！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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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晚晚1點半，凌晨1點半瞓覺係正常。唔係啊嘛？仲要7點鐘起身啊？唔係啊嘛？瞓6個鐘。係啊，日日最低消費揸車83公里。哇！仲要咁集中精神，咁嘥神，咁勞力。人都話我辛苦。喂，但係你唔覺喎，你眼好精靈喎，皮膚好靚喎。係多謝。服食咗我哋呢個江美健幾耐先？服用咗。江美健咧，我記憶中都有5年咯。一食開咗咧，我就動員我太太食，我係發展內在啲健康先係真正。好嘢。仔仔都食埋，仔食埋。我知道佢哋咧係喺廣州落嚟嘅，今日係遠道而嚟嘅。我覺得江美健對我嚟講就好適合咯，因為有時飲酒啊咁，因為成日上去國內，有時去同人傾偈啦，成日都歎翻2杯嘅。係啊，咁啊，事前我又食啲，事後又食啲，咁啊冇咁辛苦，保護住個肝。即係覺得個人啊精神咗。好嘅健康食品咧，我哋應該係長期咁 keep 住食嘅，即係等個人精神啲啊，做嘢有活力啲啊。有5位朋友咧，專門喺新疆嚟到咧嚟支持你，見一見華哥你。哎呦，幾位好。謝謝。那我們先拍照。可以兩邊同琪琪，可以站兩邊，跟琪琪跟華哥一起拍個照。是什麼時候開始結束這個卡斯蘭呢？幾個月吧，因為平時應酬比較多一些，喝酒比較多嘛，所以說這個對我還是比較有幫助的。這次也希望買一些給父母嘛，給父母帶回家裏去。新疆是我很美的一個地方，一些朋友呢都很熱情的。你去了新疆之後呢，我覺得他們很熱情、很開心，但是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呢？加美健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嗰邊呢食羊肉多啊，食親肉類多嘅人呢，一定要江美健，同埋新疆嘅酒啊，好犀利，飲少少你就會醉。但是很會喝，也是要先吃3顆的這個甘美健，可以保護我們的肝臟。